你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，但係結果總係未如理想？其實唔係你能力不足，只係時機未到啫。如果有個方法可以話你知幾時出手勝算最高，行邊個方向最有利，咁你就可以把握時機，喺對的時間做對的事，成功嘅機會自然大大提高啦。呢個方法源於易經，擁有超過2000年嘅歷史。佢結合天文曆法、陰陽五行、九宮八卦於一身，係古代皇帝軍師專用嘅終極決策學，稱之為奇門遁甲。佢嘅原理就好似一個時空能量探測器，佢將你身邊嘅人同事放喺一個九宮格入邊，排盤入邊其實蘊含住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、神助嘅關鍵信息，唔係迷信，而係一套精密嘅趨勢分析。究竟邊個月會有貴人出現？邊個方位又會有阻滯呢？幾時應該低調行事？幾時又要主動出擊呢？一個奇門盤就可以睇得清清楚楚。想知多啲奇門遁甲點樣幫你趨吉避凶？記住 follow 我啦。下集我哋講下奇門出行訣。